仲有10月16號就要考中文默書啦，而家讀一次，我同你讀一次，你自己又要讀咗啲詞語先，下一次我再同你讀埋課文。旅客即係去旅行嗰啲遊客啦，就叫旅客。團團轉，表揚，來往，方便，漂亮，意見，服務，鉢子，自言自語，仔細，忘記，要求，結果，滿意。咁讀埋普通話俾你聽啊！讀一次廣東話，再讀一次普通話。旅客，旅客，團團轉，團團轉，表揚，表揚，來往，來往，方便，方便，漂亮，漂亮，意見，意見，服務，服務，鉢子，脖子，自言自語，自言自語，仔細，仔細，忘記，忘記，要求，要求，結果，結果，滿意，滿意。自己背，自己溫咗佢點樣寫嗰啲字，點樣讀。